大家好，我是李友胜啊，天天欣赏，向下来运动哦啊。老爷嘅頭呢？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肩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老爺嘅背龍骨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各位擺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腰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老爺嘅七頭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天天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啊，你嘅手腕叫木足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翻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兼用暖身运动，会记得冇？啊，向下，等一下，天天欣賞，向下來跳舞哦。嘅暖身运动做睇咧，接下來我正式要來跳舞了哈。第一個動作，看到警察，看到警察，你可以搖滾。警察在開車的時候，路面顛簸，1、2，顛一下，你給師傅要畫一個7啊，這樣子。这边要有一个7的感觉，有一个这样交叉的感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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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我们做这样子，1、2，这边有个，好像这边有个那个鼓啊，打到这个节奏的感觉，嘣嘣嘣嘣嘣嘣嘣。啊，接下來咧，你嘅手腕，我哋看，就像按鈕，剪刀石頭布的感覺，剪刀石頭布的感覺，接下來呢，手加腰的感覺是這樣子，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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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接下來警察下來了，下車要走路了。它会怎么样呢？开车门的感觉，然后踩出去。开车门的感觉，踩出去。开车门的感觉，踩出去。开车门的感觉，踩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跟着节奏感觉，所以我们这个膝盖呢，你给切头，要这样夹一下，轻轻的夹一下，按照大家的能力这样子夹一下，夹一下，踩着，夹一下。夹一下，踩着，夹一下，踩着，很简单。开车这样子，好像有这种感觉，路面颠簸的感觉，路面颠簸的感觉。对，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按钮，下车，踩，往前走，踩，往前走，踩，
往前走踩，2个8，啊，结束之后呢，看你的 U 片有没有？好像小偷给鸦片有没有？走过去查一下，所以呢脚会这样踩下去，踩，右，左，右，大，然后再左脚踩一次，这边没有，看左边，然后转回来。所以呢，他的动作呢会从右边到左边，啊，所以是这样子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然后往左边以后直接翻回来，啊，这里比较小复杂一点点啊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，踢一下，囊一下，囊走片，回正。接下来呢，小偷就宽斗了，小偷也开车，哈斗有没有？嘿，哈斗一下，啊，哈斗跳起来，哎呦，好，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呢到这边就变成小偷吓到的感觉，哎呦，看旁边，看到警察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有警察哎，赶快退，啊，往后退的时候呢，腰往前推，右脚往后踩的时候推一下，左脚往后踩的时候推一下，右脚往后踩的时候推一下，左脚往后踩推一下。然后呢，把你的手放在这边，小偷很紧张嘛，小偷要倒车入库的概念。然后呢，警察就说不要走，小偷就说啊，冒重来，啊，冒重来啊，所以呢会有这个动作，大，放在膝盖，交叉一次，打开来，大。而正确的拍子呢，我们来算一下哈，就是这样子，5、6、7，从头交叉警察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警察下车，大，下车，在那边下车，在那边下车，在那边，是不是在那边呢？右，左，踩 and 踩，左，在这边。这个时候呢，小偷看到了哦，哈斗一大，然后呢往后退，摸中来，大，啊，稳定的节奏呢，我们来一次哦，慢慢的啊，轻轻的，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这个速度哦，6、7、8。8 and 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叉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行右片搭的，囊一下，左片 start， 拍倒，看倒，退，摸足来，7、8，哦，这个地方比较难，大，哦。然后简单的就是这样子，脚开脚，夹开来，打开来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大的感觉，所以是大，我中来，这种感觉，快的哈，稍微快一点点节奏哈，6、7、8，嘣嘣8，5、6、7、8，下叉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行右片打，囊下去，囊左片，拍倒看一下退，哎，摸足来大，啊，跟着节奏哦，5、6、7、8，咚哒，咚哒，下叉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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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，右片。左片，大，拍倒，看一下，退，摸足来大，OK， 快的哦，6、7、8，咚，下叉大，右片，咚，拍倒，看一下，退，
退退，摸中感大大。这个地方要有点这种感觉，高的、中间的、低的，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哈查跟哈查的时候呢，要这样子。这边下来的时候有没有？这是低的嘛，对不对？原本是高的，再往下低的。这里从低的、高的再踩下去，低的踩上去，高的，这样子的感觉会比较符合小偷跟警察这种偷偷看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跟着节奏呢，快一点点，5、6、7、8，咚咚哒，咚咚咚哒，咚咚哒，咚咚咚哒，咚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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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右片，让等哒，哈豆看一下退，摸手奶大，好，接下来就要跟着节奏咯，正式的音乐开始。哈查，行右片，让左片，哈豆看一下退，摸手奶。有一点快，那我们再试试看呢，看可不可以跟得到哈？跟得到的呢，给自己一个鼓励哈。跟不到的没有关系，不要急。好，我们来跟着音乐哦，再一次 ，Go！ 哈查，哈一，退，摸手来哒，前面100，前面100哦，请站队哦，来，前面100，音乐走。哈查，哈豆克，退，摸中来。大家做对，请站队等候按钮做对，要记得ending pose 要这样，比完之后，摆个 pose 一下，帅一下。OK， 先聊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象一下，你看阿爸没有看到吗？记得吗？他要去哪里呢？去摘茶，摘茶。要去茶园摘茶，在山上的感觉，茶园呢，让我们往前走，很简单右脚往前踩，往前，左脚往前，我们大概后退一下，因为家里可能不是那么的大嘛，那我们就前后踩这样就好了，踩前，踩后，stop， 再一次，踩前，踩后，stop。OK， 这样子的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很保持愉悦的心情。你跟阿爸美东方意有没有？身体就这样走，这样自然摇摆。hip hop 的感觉就是要自然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往前走，走往后退大，走往后退大，这样子很简单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到了一个茶园了茶大概多大？大概这么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这样踩。放上去踩，看一下那个茶叶要怎么好喝一心二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这样拔起来，框一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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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呢，我们不可能只踩这一边的嘛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这样子，往后踩，往前踩，再一次慢一点点，右脚，你的右脚。往后让踩，再往前回来，这样子是节奏呢，速度是哒哒哒，所以呢试试看哒哒哒，加上手，再叉一，可以吗？再一次6、7、go， 再叉一，所以呢手脚合起来呢，右边这样是2拍一个这样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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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脚呢很简单，踩，
退回来，然后一样换这边再一次，踩踩踩，退回来。那把脚的动作比较复杂，手很简单嘛，手只要这样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呢把脚动作练起来，是这样子，连着做哈，5、6、7、8，囊下一，囊右撇，囊下一，囊右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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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囊左撇，好，大概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手一起加进去哦，5、6、7，阿爸梅扎叉一，扎叉一，扎叉一，扎叉一。接下来它要浇水了，哦，但它浇水就这样子，很热嘛，所以它就这样子泼水，啊，这种感觉，泼，很简单哦，啊，喊那边的另外一个阿爸梅，过来哦，过来哦，过来拿鸦片哦，啊，或者是泼水的感觉，哦，好像洗脸的感觉，这样也可以，哦，都可以，过来哦，过来哦，过来哦，脚呢用刚刚的脚做一模一样的动作，哦，所以呢是这样，一 and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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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连着哈，第2个8拍跟第3个8拍，扎叉，啊，还有喊声过来，扎叉，扎叉，闪，吸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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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鸦片，啊，接下来呢，捏头，动烂，这样子，哦，很热，感觉好热啊，这种感觉，哦，把手拨一下，这种感觉，好，这边一次，然后这边也拨一下，好，接下来拨2下，好，同样的动作呢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右左右右，左右左左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好，刚刚有看到脚对不对？脚很简单，开，好，那你的 U 片，脸向这边或这边都可以，好 ，hip hop 是很自然的，所以就跟着你的骨头，跟着你的身体的节奏感，做小也没有关系，哈。如果我的手肩膀举不太起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做这样小的。如果你举得起来，我们就伸展一下，好 n i t tail 啊，压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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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次 ，OK。那我们的整个，哦，阿爸梅 ，OK， 这场，哦，一起来算节奏哈，来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动欢喜，动欢喜，往前踩，回来，这场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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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，过来哦，过来哦，过来，鸦片啊，一条，啊，好大的太阳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这样子呢，就是我们的 hip hop 的这个动作的一个完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哈，把这个酷的感觉放进去哈。我们把这酷感觉怎么放呢？前面的动作放大。啊，整个动作呢，节奏感要出来，6、7 ，Go， 踩大动踩大踩6、7、8，扎叉看，扎叉看，扎叉看，给鸦片过来，鸦片过来，手可以指，手不要指都没有关系哈，啊，然后把手拨开来，日头下去，OK， 好，慢慢的6、7、8，轻轻的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扎叉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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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鸦片过来，你跳，哦，2圈，你跳。哦，太阳很大的感觉哈，
那整个感觉呢很简单哦，动作呢大家有动的感觉比较重要，所以我们就跟着音乐开心的做，做坏做错也没有关系啊。你也可以这样，过来，过来，好了，但是呢，如果跟得上呢，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大拇指，好，前3对，说对，懂不呀，懂腔哦，那我就给你一个鼓励这样子。那如果做不起来的没有关系，慢慢的做，好，跟着节奏是5、6、7往前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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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擦擦可以哈，擦擦可以哈，小小的也可以，小小也可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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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跳，压片，一跳，压片，哦，重点是这种感觉，重点是这种摇摆的感觉，这才是真正的街舞的 hip hop 的感觉，啊，就是很舒服，很像走在路上的感觉。喂，阿爸妹，我去买，我去那边，咋查黑毛？哦，大概这种感觉。哦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着音乐哦，啊，停在节奏哦，开始音乐走。哦，懂欢喜，咋查哦？欢喜哈，有音嘛，鸦片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跳。啊，给自己一个鼓励哦。啊，走得按勇走得哈，有起来哈，不要在这边坐着看电视哦，坐着看电视哦，久了会热，会懒哈。啊，过一拜，跟着音乐哦 ，Music Go， 往后退，扎叉，看，欢迎哈，有音哦，过来，过来。一跳，2次，1、2，2次 ，pose 很重要哦。哦，看到你的朋友们哦，你就要给他这样子打招呼，他就知道有关佑成老师的这个运动跳舞的单元这样子哈。OK， 先聊一下。